现在我们要参观的就是中华巴洛克建筑群。说起巴洛克，它是17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艺术建筑风格，极具浪漫主义色彩。据说目前最大最完整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群就在哈尔滨的道外区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建筑。这里过去是一片民居，由于房屋年久失修，在危房改造时，政府把这里的居民搬迁，对原有的建筑重新进行了修缮，基本上还原了它原来的风貌。这也曾经是哈尔滨人生活的一个缩影。